各位好，當你睇到呢條片嘅時候，我強烈建議你記個安靜嘅地方，坐定定，慢慢聽我講，因為今日我哋要探討嘅絕對唔係一篇普通嘅娛樂圈八卦，而係一篇足以顛覆你對命運、財富同因果認知嘅深度拆局。曾經拍一套戲，片酬就足以買起成棟尖沙咀彌敦道嘅唐樓，出入有專屬司機，揸頂級勞斯萊斯代步。就算去到晚年，身邊嘅紅顏知己足足後生過自己接近半個世紀。呢位人稱四哥嘅香港一代巨星謝賢，以89歲高齡瀟灑走完佢嘅傳奇人生。坊間無數嘅新聞媒體、自媒體大 V 都喺度瘋狂歌功頌德，話佢一生風流快活、玩世不恭，真正活出咗全世界男人夢寐以求嘅極致人生。話佢係人生贏家，話佢連死都死得瀟灑過人。但係各位師兄師姐，大家試諗深一層，用你哋嘅智慧去拆解下呢個世界真係有白食嘅午餐咩？天道運行咗幾千年，真係會允許一個人淨係瘋狂索取而唔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喺我哋命理學、易經智慧同國學嘅高維度嚟睇，四哥呢一生絕對唔係表面睇落去咁瀟灑。相反，佢係進行緊一場極度危險、刀尖舐血嘅命運豪賭。你睇佢表面風光無限，永遠帶住標誌性嘅黑超笑傲江湖，永遠一副天塌下來當被冚嘅姿態。但你有冇細心觀察過，點解去到晚年嘅佢喺鏡頭捕捉唔到嘅角落，頻繁流露出孤單、落寞，甚至係惶恐嘅神態？點解一個曾經富可敵國、叱咤風雲嘅天王巨星，人到中年會陷入沉重嘅巨額債務，最後甚至要靠自己個親生仔謝霆鋒賣身入行，簽下長達10幾年嘅長約，去維持家族最後嘅體面。呢種由極致輝煌走向中年崩塌，再到晚年唏噓嘅強烈落差，背後隱藏住嘅因果業力，其實比你想象中更得人驚，更令人心寒。今日我哋唔講娛樂圈嘅花邊八卦，我哋要拆局。我會用易經64卦嘅底層邏輯、現代心理學嘅防禦機制同埋嚴謹嘅科學角度，為大家進行一次前所未有嘅深度剖析，拆解謝賢呢89年嘅命運軌跡。睇到最後，我仲會教你一套普通人即學即用，能夠幫你喺逆境中翻盤嘅3元開運法。如果你而家正處於迷惘期，如果你唔想步入中年危機，唔想晚年福報被提早透支，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千祈唔好眨眼。要明白四哥嘅命運軌跡，我哋首先要打破一個普羅大眾最容易中伏嘅迷思。老天爺從來唔會偏心任何一個人，你喺某個地方、某個時間段得到超越常人100倍、1000倍嘅回報，必定會喺另一個維度、另一個時間點付出極度慘痛嘅代價。呢個就係宇宙間最鐵嘅定律，能量守恆。我哋先由易經嘅角度切入，謝賢嘅前半生可以話係完美演繹咗易經第一卦官卦嘅第5爻，飛龍在天，利見大仁。60年代嘅香港百業待興，娛樂圈正處於一個野蠻生長、準備爆發嘅前夕。謝賢憑住極高嘅顏值、與生俱來嘅演藝才華，加上時代嘅推波助瀾，食正咗香港影視娛樂起飛嘅第一波超級紅利。嗰個年代嘅佢就係財富、名氣、權力嘅天花板，佢嘅一舉一動都牽動住無數粉絲嘅神經。佢就係嗰條翱翔喺9天之上嘅飛龍。但問題出喺邊度？致命嘅危機往往隱藏喺最耀眼嘅光芒背後。問題就出喺佢唔識得收，唔懂得敬畏天道。易經嘅智慧話俾我哋知，當一個人嘅運勢到達頂峰，最應該做嘅動作唔係繼續狂飆，而係沉澱、守財、積福、行善，將外在嘅光芒內斂。但四哥選擇咗相反嘅道路，無止境嘅揮霍，賺10蚊，佢可以使12蚊，甚至15蚊，買遊艇、買名車，日日夜夜沉迷於物質同感官嘅極致享受，甚至喺自己唔擅長嘅領域
盲目涉足高風險嘅資本博弈同生意投資。喺易經嘅規律入面，呢種狂妄同無節制嘅決定，直接將佢由飛龍在天推向咗官卦嘅最頂端，亦即係最兇險嘅第六爻亢龍有悔。亢呢個字即係極端、過度、超越界限。當你嘅行為、你嘅消費、你嘅慾望遠遠超越咗你自身福報同德行可以承載嘅極限，反噬就會以排山倒海嘅姿態隨之而來。好多人以為四哥中年破產只不過係投資失利，輸咗啲錢啫。錯，大錯特錯。喺命理學嘅維度，錢財只係表象，佢真正輸緊嘅係佢下半生嘅氣數，係佢家族嘅根基。好多師兄師姐可能會問，大師，既然佢都已經亢龍有悔，理應身敗名裂，點解佢仲可以威風凜凜咁活到89歲，甚至晚年仲有後生女相伴？問得好，呢個就係成件事最得人驚，亦係最值得我哋警惕嘅地方。宇宙嘅業力係需要平衡嘅。四哥之所以冇喺中年徹底破產清盤，冇流落街頭，係因為佢無意中啟動咗一種極端殘酷，甚至乎有啲自私嘅業力轉移機制，透支子孫福報，讓血脈代為找數。大家一定記得，當年謝霆鋒只有16歲就簽約英皇出道，代父還債嘅轟動新聞。從世俗嘅表面睇，呢個係一個父慈子孝、孝感動天嘅感人故事。好多媒體都讚霆鋒生性有承擔，但從因果律、從能量流動嘅角度嚟睇，呢個係典型嘅長輩造業、晚輩找數，係一種極度沉重嘅家族共業。四哥將自己前半生違背天道、揮霍無度、德不配位所產生嘅巨大業力黑洞，硬生生咁砸落喺下一代自亂嘅肩膊上。大家試諗下，一個10幾歲嘅後生仔，本來應該享受無憂無慮嘅青春，但就要背負住千萬巨債，喺龍蛇混雜、壓力極大嘅娛樂圈裏面搏殺，忍受無數嘅冷嘲熱諷。霆鋒當年喺台上掟吉他、反叛，甚至惹上官非，你以為真係因為佢性格火爆？唔係，嗰啲係極大嘅心理壓力同家族業力壓迫之下嘅應激反應。四哥晚年嘅所謂瀟灑，佢能夠繼續打扮得身光頸靚，出入高級場所，其實全部都係建立喺屋企人為佢負重前行、為佢流血流汗嘅基礎之上。古語有云：貪字得個貧。佢貪圖一生一世嘅極致個人享樂，代價就係晚年無法享受真正平靜嘅天倫之樂。你睇佢晚年獨居大屋，雖然有工人服侍，但內心深處嗰種無法言喻嘅孤獨感，嗰種繁華落盡後嘅空虛，係任何物質都填補唔到嘅。呢個就係命運最公平嘅懲罰。為咗令大家更加通透咁睇清呢個局，打破迷信嘅外衣，我哋而家將四哥嘅人生放入我哋獨家研發嘅3元分析模型，從易經、科學、心理學同風水五行3個維度進行一次降維打擊級別嘅深度分析。首先，我哋睇易經卦象嘅深層演練，謝賢一生嘅性格底色。如果用一隻卦嚟形容，就係雷天大壯卦。大家留意個卦象，上震代表雷，下干代表天。雷喺天上轟鳴，聲勢浩大，陽剛之氣極盛，無堅不摧。四哥一生人講嘢大聲，行事高調，脾氣火爆。當年喺記者會上掌摑曾江嗰一件轟動全城嘅事件，更係將呢種大壯嘅剛猛特質發揮到極致。但係易經嘅智慧從來都係講究陰陽平衡。大壯卦嘅爻辭講得很清楚，大壯利精，意思係強大固然好，但必須要堅守正道，要懂得收斂。如果只懂強硬而不懂退讓，一味靠惡，就會變為以羊觸凡，贏其角。即係話一隻自以為好大力嘅公羊，係咁用隻角去撞前面嘅竹籬笆，結果籬笆穿咗，但隻角就被死死卡住，退又退唔出，進又進唔到，陷入極度痛苦嘅僵局。四哥去到晚年，其實佢嘅生命週期
已經進入咗天山遁卦，代表退避、隱藏、休養生息嘅階段。天道要佢退，但佢仍然死撐住嗰副強者嘅姿態，拒絕向歲月低頭，拒絕承認自己老去。結果就係內在嘅生命能量被過度耗盡，變成外強中乾。呢種逆勢而為嘅執住，令佢晚年嘅身心承受住極大嘅暗湧。好可能有啲高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睇到呢度會問：大師，我唔信玄學，唔講易經，用現代科學同心理學又點解釋呢個現象？冇問題，我哋即刻用心理學同科學邏輯嚟拆解，一樣講得通，而且非常鋒利。第一就係非常著名嘅幸存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社會大眾甚至好多後生仔覺得四哥嘅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好有型，好想學佢。點解？因為大家只係睇到佢呢個成功活到89歲嘅幸存者。大家唔好忘記喺60、70年代同佢一樣大洗、一樣風流、一樣夜夜笙歌嘅明星富豪大有人在。但呢啲人呢，99%嘅人都已經喺中年因為破產、欠債、疾病而晚景淒涼，甚至有人凍死街頭，黯然離世。你盲目去模仿四哥嘅瀟灑，就等於見到有人跳崖冇死到你就跟住唔帶降落傘跳落去，一樣係極度愚蠢嘅自殺行為。第二就係心理學上嘅巨嬰心理同埋深度防禦機制 （defense mechanism）。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四哥無論去到邊，哪怕係室內，哪怕係夜晚，永遠都要帶住副黑超？點解永遠要着住皮褸、紮住馬尾，保持一副戰鬥格？喺行為心理學上，呢種絕對唔係單純嘅貪靚，而係一種極度缺乏安全感嘅武裝。眼睛係人類靈魂嘅窗戶，係傳遞脆弱、恐懼等真實情感嘅通道。佢用一副深色嘅黑超，將自己與真實世界強行隔離。佢拒絕向外界展露自己嘅衰老、脆弱同無助。呢種心理防禦機制，短期內的確可以維持住佢四哥嘅強大形象，但長期落去會導致深度嘅情感隔離。佢無法同身邊嘅人建立真正深層次、靈魂級別嘅連結，最終必然走向心理學上所講嘅老年抑鬱傾向同埋極端嘅孤立無援。再從風水與五行命理嘅角度去拆解，娛樂圈喺五行之中屬火，係一個極度消耗能量、名利交織嘅大熔爐。四哥本身嘅公眾形象同性格，亦係極度高調、耀眼嘅丙火。命理學有云：火克金為財。佢一生都喺度瘋狂燃燒自己嘅生命能量，火去追逐極致嘅財富、名氣同女人。金，但八字命理最講究嘅係中和。火勢太猛，如果冇足夠嘅水來調候，水代表智慧、沉澱、冷靜、反思，最終嘅結局只會有一個烈火焚身，將所有嘅財富同福報化為灰燼。佢嘅命局同行為模式之中極度缺乏守同藏嘅元素，賺錢如長江流水，使錢如決堤之海，注定財來財去，一場春夢。講完大人物嘅傳奇故事，聽完咁多高深嘅理論，最重要、最核心嘅一步係要將呢啲大智慧對照落我哋自己嘅人生度。各位打工仔、創業者、做老闆嘅朋友，甚至係擔起成頭家嘅家庭支柱，我哋必須面對現實。我哋冇四哥嗰種百年一遇嘅神級顏值，我哋冇嗰個時代嘅超級紅利，我哋更加冇一個可以幫手還幾千萬巨債嘅超級巨星仔女。我哋嘅容錯率極低。如果我哋喺人生路上中伏行錯一步，就真係隨時永不超生，連累全家。所以結合謝賢一生嘅血淚教訓，我為大家提煉出3個極度具體、招招致命嘅3元開運策略。呢3招唔需要你花大錢去擺陣，只需要你改變心智模式同生活細節。請你即刻攞紙筆記低佢，或者將呢條片 save 低，即學即用。第一招，事業與職場開運界大狀，行藏風。職場痛點，我見過無數叻人後生仔一上位一升職，
或者做成咗一單大生意，就中意喺公司也文也武，四圍也職，串嘴搶風頭。佢哋以為自己鋒芒不露好威，但其實不知不覺間已經喺暗處樹立咗無數敵人，犯咗職場大忌。化解心法，職場上最忌諱嘅就係亢龍有悔。你要記住，當你業績最好，老闆最睇重你，風頭最盛嘅時候，反而係你最危險嘅時候。呢個時候你一定要做到極度低調，將功勞主動分俾下屬，將讚美同面子送俾上司同評級同事。你越識得讓，你嘅根基就越穩。佈局與實戰操作，喺你嘅辦公台左手邊風水上嘅青龍位，代表貴人同助力，擺放一盆無刺嘅闊葉植物，例如發財樹、萬年青。記住，千祈唔好擺仙人掌嗰啲尖銳嘅嘢。闊葉植物可以增強木氣，木生火，讓你的事業運、靈感源源不絕。但更重要嘅係，你要利用植物那種安靜向下扎根嘅靜態特性，時刻提醒自己要藏風，化解不必要嘅口舌是非同小人暗算。第二招，財富與資產開運界，透支見水吧。財富痛點，現代資本社會最大嘅陷阱就係鼓勵消費。好多人中意先使未來錢，碌信用卡、買名牌、借財仔去旅行，甚至炒股開極高嘅槓桿。大家都陷入咗一種幻覺，覺得自己永遠都係飛龍在天，無視經濟周期嘅風險，總覺得下個月實有錢還。化解心法，記住四哥血淋淋嘅教訓，財富嘅真正定義從來都唔係睇你每個月賺幾多，而係睇你經歷過風浪之後仲留得住幾多。易經節卦講得透徹，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無節制嘅擴張，最終必受其害。佈局與實戰操作，我教你一招極度有效嘅五行節流法。由下個月開始，每個月一出糧，第一時間強制性將20%嘅資金鎖入一個極難提取嘅戶口，例如做定期或者買啲流動性較低但穩健嘅資產。呢個動作喺五行中代表土，土能克水，水為財。強大嘅土可以止住財富嘅無謂流失，為你嘅人生建立一道堅固嘅水壩。另外，返到屋企，大門斜對角嘅明財位必須時刻保持乾淨明亮，絕對唔可以堆放雜物，更加唔可以擺放會漏水嘅物品，如爛花樽、滴水嘅冷氣機，否則你嘅財氣就會跟住滴走，幾多都唔夠填。第三招，人際與家庭業力界巨嬰勤還債。業力痛點，有啲人喺出面受咗氣，或者有財務壓力，返到屋企就做霸王，對伴侶呼呼喝喝，對仔女發脾氣，將自己嘅情緒、垃圾同人生爛攤子理直氣壯咁推俾另一半或者下一代去承受。呢種就係典型嘅巨嬰心理，亦係製造惡業嘅根源。化解心法，絕對唔好將自己嘅業力轉嫁俾你嘅摯愛。成年人嘅頂級修養，亦係改命嘅第一步，就係自己嘅爛攤子自己執，錯咗要認，打要企定，唔好學四哥將債務留俾個仔。佈局與實戰操作，每日臨瞓前放低手機，花短短3分鐘時間，做一個復盤靜心，合埋眼，回顧一下今日嘅自己，有冇講錯說話，傷害咗同事，有冇對屋企人態度惡劣，有冇做咗啲違背良心嘅小動作。如果發現有，唔好逃避，聽日一早第一時間去道歉，去補救，去請人食餐飯賠罪，主動去化解呢啲微小嘅業力，好過將佢哋積少成多。日後被命運強制清算嗰陣，代價將會係你無法承受嘅。各位師兄師姐，謝賢呢89年嘅傳奇人生，就好似一場極致絢爛、耗資過億嘅煙花表演。煙花爆發嗰一刻，的確係光芒萬丈，吸引咗全世界嘅目光。但璀璨過後，留低嘅只有滿地冰冷嘅灰燼，同埋無盡空虛嘅黑夜。我哋作為普通人，真係唔需要去做嗰場短暫嘅煙花。我哋要做嘅係一盞安靜沉穩嘅長明燈，火光唔需要最猛烈，
唔需要最耀眼，但要夠持久、夠安穩。呢盞燈可以照亮自己前行嘅路，亦可以喺寒冬之中溫暖你身邊嘅屋企人。講到尾，命理從來都唔係要你認命嘅宿命論，國學同易經嘅存在係為咗教你知命而改命，睇得懂別人跌落去嘅坑，明白因果運作嘅規律，你就能夠喺自己嘅人生道路上巧妙咁避開屬於你嘅劫數。如果你而家都經歷緊人生嘅低潮，覺得諸事不順、財運卡關，或者對未來感到迷惘無助，唔好灰心，喺下面留言區打出破局兩個字，向宇宙發出你要改變嘅頻率，我哋一齊喺留言區探討點樣幫你扭轉乾坤，重新執掌人生嘅主導權。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啟發，記得即刻訂閱我嘅頻道，點讚分享俾你關心嘅家人朋友，並撳埋旁邊嗰個鐘仔。我哋下一集會繼續用最鋒利嘅視角為你拆解更多不為人知嘅命運密碼。祝大家出入平安，順風順水。我哋下次見。